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腔鼓是台湾千古老嘅其中一种闹五嘅方式，民爱团结合作，能有好团闹到嘅五嘅帮上啱过来本。40年間下，台灣對農業社會轉型做工業社會，為到向下年路做到市政方嘅，有搭海船嘅環境污染引來營養衝。頭擺凊彩對海航野苗嘅路內為到五嘅情形也看唔到嘅。桃園新屋永安五港係台灣唯一嘅客家莊五港，腔鼓形成嘅傳統也唔到啲嘅本日嘅海船嘅客家莊，保留嘅台灣統一無二嘅海客文化。今日希是在第二團腔鼓潛到進來，腔鼓係乜嘅用嚟腔呢？向下嚟新屋看下先。哎，左邊啦，快一點啦！噴都嘅上向誒，他個無限汽車見同索嘅聽來上來。加油！大家一起來，加油！加油！加油！也喺台灣海船路頭擺一種種嘅方式，按做腔鼓，喺唔上人唔用嘅，最多去到度，唔面托海船本兩片，人唔用嚟上來，可能上來一擺留到幾多人嘅。同樣嘅圖上嚟看，雖然留唔到，做人睇冇難嘅，不過他家幾件腔都講唔得，原來真件同沙大項標唔樣嘅，就做得了唔嘅。拉那個繩索的那一刻哈，啊，心裡滿是期待哈。等一下不曉得哈，哎就get到哈，結果當三萬當一進啊，溜到滿身全部的汗了哈，啊像安陽人體會得到安漁民的辛苦啦哈。其實我是咁嘅體擺腔鼓啦，吼，因為我頭擺雖然帶客家上，唔過就帶上去吼，體擺感覺到海順嘅客家吼，佢頭擺嘅選民偷生飯唔係咁簡單呐。很累哈。有沒有覺得抓魚很辛苦很累？就是感到農夫的辛苦。小朋友好不好玩？會不會很累啊？面對太陽安多問題，小朋友確定嘅係當歡喜當好教。桃園新屋嘅永安五港係台灣唯一嘅海上客莊，每當少數傳統有腔鼓嘅客家五面。桃園市客家事務局想潛在一種老頭擺嘅傳統文化，向特別前當地老人家來聽書，而大家看到頭擺係用嚟嘅。其實一般我要拍一隻法筒吼，我哋係天然來判啦吼，因為就想講，呀頭擺當神奇嘅老祖宗嘅一種神法嘅智慧，係咪本後生人吼，本小朋友做得了解吼。冇想到就按年齡啦吼，我哋都上網報名吼，都秒送差唔多250張名額吼，2分鐘就秒殺報名完畢。台灣族群傾勢高查，今晚來嘅行人單單話散吃，頭擺細面遲遲嘅是冇人改。對一角度來看，喺度海船仲係落實行人加動好福氣，將總立勤非理事長仲順帶加粗，佢也推人仲嘅，此時就聽腔鼓，記到清清楚楚。一腔鼓啊，頭擺喺做生意嘅時間咯，當未搞了海船嚟搞啊。我們喺圖書館轉來吼，你華碩，頭擺是機會，因為華碩就是用5本，把嗰條頭先放嗰條索就話，華碩華到吼，一放9年不管，伊喺度假度要休息的時候，伊嘅選主啊是會打沙本掉5就玩5打沙本就玩轉西人嘅，大家都很高興。它是台尬這個部分啊，這裡居住的居民哈，全都共下團隊合作，你看見到，你要冇團隊合作哈，光你一個人，冇實際福音尬，欠唔懂。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啊！你客家哈，你團結，哈團結哈，摒除姓氏的那個猜忌。腔鼓家下天初有當多年來聽書，真有辦法將留到5個嚟上來，也處在係一種話去落實方式，咪強減咪猜天人的心。陳新平頭擺猜天本港國小高中，其實做個文史調查，用我同台灣西部海船。單係好多年，3月嘅客家唔存咯。照這樣是個族群打天下時去背景來看，天初唔係好多年養行人，係到也行人有較強武力，對生活都見
名声都很当好大家错，边讲反讲，一方面也得校文校发展来看注意嘅。它不容易被人家外人来入侵的原因，是因为它必须要护民，有自己的武力，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意识，然后有自己的认同，在地认同，客家文化也在地认同，所以建固系也则提供一个文化艺术和凝聚共识的最好的方法。特别就讲也算的而出海以前一在建固以前就会有一张祭拜仪式就讲感谢双床感谢海神的一个仪式。那我呢就还会一只讲的一只桂尼讲的吹锣啦锣起吹海螺。当天的人讲喷都。喷都喺建固一种文化天窗而有嘅，几廿百年来喺度富庶嘅5年，建堂到一种山，天顶就将苏杭石标下来，夹去海顺天乾5名嘅。在地嘅本港里长彭元良面向这样时，讲经清河家下，因日需要7、8台嘅建固船同佢装嘅。有7、8条建固船因为今晚大家是用轮万一建好万马沙，但是咧。不管是看到非常多的啦，4天的时间咧，农忙以后大家是建固个下是也冇天发好大啦，是用个喷都啊。艺术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根，透过文化艺术千古活动，变成一个例行的艺术季活动，然后唤起我们所有的人来一起，由这个都的意思是什么？喷都这就是为了大家看应该有一个号角响起，海客文化就从这里开始。一段2场又一段。今年76岁王阿里讲起7家主唱的妇女，喺前面台喷都嘅人，佢苏杭也在海路，喺夾北港全部嘅泰國，再過全本記，前手2、300年研究嘅，特集噴都嘅人都有7家方式，唱佢係一段2場又一段，菜地嘅人一彈多，就地喺王阿里上呢，愛人聽見過嘅。我們這裡這樣吹可以傳到富岡，在外面你天氣好的時候沒有風了你就吹，因為它會往，因為富岡是高地，你懂嗎？它從低處會往高處傳音。就好比以前的驿站有沒有？當狼煙烽火響起的時候，我們要去保護自己的家園，這個就是很好的文化表徵。一般人搶地，新豐有遠岸唔講，唔過單單人都唔知，新豐漁村的發展其實對也本港有萬開始嘅。王阿里講，這樣是建固上呢，都係有錢人。本港先發展起來，下後展開遠岸唔講。要建固嘅人最有錢嘅，睇白啊！認為冇錢冇辦法有錢落去賣解了名氣了，所以講家下建固非常好，山山量非常嘅豐富，尤其係盆江了，有5米之長。所以講，有盆江，就有人講啊。啲已講10月嘅天收入就話好啦，所以都我記得咧，我北嘅樹頭佢今年咧，佢收入比已超過講10月嘅天下個，所以講特別回順咧也非常多。建固山雲林今年北港一大白，頭擺沒人做本港，新府本港上座未比遠岸出名，為到紀念一隻提名，也頭遠岸唔講，有錯本沙橋。因為咧本港灣頭擺當多嘅5圈，貴日建固500曬嘅漁獲量貴百斤，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其中最多嘅本沙。叫本沙，係沙魚嘅一種，沙魚嘅其中，也係是講你有本沙大橋是安用應對佢下後有無人建固嘅
原来台湾同农业社会转型做工业社会当中，农村的人口单单使出去的，海水污染的当厉害，呛的撞动的。有爱个传统爱掠落啊，哦，你看台湾的经济好起来，你哈，会慢起来，做冇啦。欠股的人欠啊，唔得欠嘅人冇起啦，容易我欠人冇起了，佢有透露嘞嘛。我唔是人欠了帮盘了，按新海下盘去做业些，不可能的事情。打开方体的香菇了，地度对等头摆用光5秒的。彭元亮讲，头摆建出海制作到当多5的，100来落来5的，是多到几啊万件呢？到5秒的装就装唔落，果不将变得比较，一得做牌头摆係拿来做乾菇晒。这是已经以前的竹筏的解体。头香菇了那杯含中德胶强，头下面用塑胶塑的农业时代，乾菇用的塑的，再用胶强的广做的。哦，你从年慢个有尼龙绳啊，头摆冇尼龙绳啊，哦，头摆你除了我干有长出来啊，哦，所以讲用嚟，佢含全部水唔降，哦，所以讲想用嚟热土，用热土做固塑，大塑嚟乾菇。这样是有钱人买5秒的来种的。一般冇菜跳菜地5面，只用树。亲家上看到的，最头林暗的推流架下，去野开瓜子。一种虾呢，可以来同石头石，差唔多穷样，也已经卖到300元。10年前冇啦，10年後千多。啊，東北邊嘅人吼，已經差唔多8斤，一個潮汐挖7、8斤啦，8斤就。喺講乾菇係用5秒去撩嘅，係用哪一種做石紋呢？也做結石頭來等5個落去。啊，冇錢啊，賣5秒賣有啊冇啊，啊就特色隔壁啲手潮，啊那個半個石菇吼，做咗師傅去嚟，10文去嚟就錯，要做啊。啊，那做做了嘅，佢一定用挑羅嘛吼，啊叫做漲潮，啊漲潮、退潮，漲潮才有漲油會落來嘛。啊，退潮我哋就10文做好咧，我哋漲係順嘛，啊所以用咗啲味道呢。后面还有一个师傅，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一点黑黑的，对，那轮廓已经出来。愛結出石紋呢，係愛有優良，頭推流架下，利用連燈的幾啊隻石紋呢，每本5個頭碰嘅都走睇，按樣富缺人，當日爭有5個好食。一挑錢啊，做咗籬笆，10年55個少嘛，啊5可能籬笆叫佢驚，叫咗瓤嘛，啊有啲黑人叫咗烏瓤出來，叫佢唔敢做啊冚公少，叫做籬笆每年出來，叫做唔敢做，做做啊啲味道呢。啊，大沙是哪個盆基啊？吼，石紋呢，吼，就按貴你講嘅石斛，吼，一般講，按新木就係用石頭，吼，這個砸，吼來做嘅，也係一種固定嘅方式。另外一種較動態，比較動態嘅方式就係乾菇。今年頭擺攀入法通，就想按多年來，桃園市客家事務局計劃過頭年要改到新5年嚟來攀。本港裡面相關嘅機會開乾菇班，可以向地方文化變做平常時嘅休閒農業法通。今年嘅就暑假攀嘛7、8年咧，我其實也在法通吼，青老年嘅青豆嘅時間差唔多係4、5年。我要希望就講做得將來做得變一種常態式來舉攀。大家大家對了乾菇啊，特別乾菇嘅個非常好奇啦，所以講咧。我希望講咧，我喺本港客家漁村啊，能夠好多新立咗乾菇班，安排往個休閒方面來發展。北部沒有什麼休閒的，就是桃園市這個區塊打造觀光比較適合，因為你綠色隧道有的話，你就要看海邊，很近啊。差不多150公尺就看到海。你要看海，你就騎綠色隧道，你就騎到海；不看海，你就騎綠色步道，都不要曬到太陽。
同云安五港强势龙连连起来，本港有两种坚固的传统，顺便的传统可以顺客种的休闲生业，用按特殊的菜地文化来打带，作为有行卡多年来人认识，台湾也将有按特殊的开合文化。